今年将为注意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，伫咧今仔日下晡举办。这个汉诗吟唱赛行到第4届，今年是头摆扩大参赛对象，为只有高中级学生通参加，增加到大专院校学生也通报名，希望加强传承母语的力量。淡江引景去临流，写尽梵蒂木月游。用台语本金诗，每一个字发音拢爱清楚。伊是今年第4届奖为最台语汉诗吟唱赛冠军。评审老师讲，金诗评分有3大重点，就是价值、音调、甲服装基容。当然是南腔北调吼，南腔北调无啥共款，无啥共款吼，是异曲同工，袂使讲咱咧唱歌语，毋是安尼。咱吟诗吼，以为抑扬顿挫。推广台语客语的吟唱艺术。民间团体合作举办，将为注意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，今年行到第4届。前几届限定高中级学生参加，今年头摆扩大范围，加入大专院校学生参与，增加母语的推广效果。咱母语要传承这件代志，上介好的办法，就是讲咱大家人会使欢喜愿意去开嘴讲。欢喜讲。嗱，即摆人带嚟增加的像咱即时咱的孙啊吼，台语来讲，台语以外，客语较严重。语言是一个文化的基调吼，语言的长数去吼，你文化紧就无去啊。2019年开始，政府实施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希望为政策面推动母语发展。民间团体讲，母语复振除了爱政府的政策，民间的贡献也有必要。今年扩大报名资格，推广母语，希望文雅的母语艺术通长久传传。记者郭明玉凯台北报道。